香港掀起北上買餸潮，日均 1.5 萬港客到深圳消費，從深圳買餸返香港來回3粒鐘。網民話香港搵錢，深圳使，港地街市生意大受打擊，菜檔檔主苦不堪言。近期港人北上人數持續增多，新界上水嘅一個小巴站，朝早9點幾，等車嘅市民排隊排到天橋上邊，由呢度只需9.1蚊港幣，2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口岸，來回車費20蚊港紙。如果係65歲以上老人家，來回4蚊港紙。咁低廉嘅交通成本，令蓮塘口岸成為唔少北區居民嘅鄉林道。攞住證件過咗關之後，就見到蓮塘地鐵站同口岸幾乎係無縫接駁。通關後，唔少新界北區嘅市民紛紛去深圳買餸。有位住天水圍嘅香港媽咪話，自己屋企7個人，每日去深圳買餸會慳好多錢。佢話每日都係瞓到自然醒，然後下晝1點送細女去幼稚園嘅下晝班，之後咧就會一手推購物車，一手攞購物袋去深圳超市買餸。6個馬鈴薯、酸奶1樽，基本乜嘢都可以買到，加埋一大樽橙汁，總共先使咗100幾蚊人民幣。相比香港，超市就要差唔多3倍嘅價錢。住粉嶺嘅黃太係一位全職家庭主婦，2個月前開始，佢每個星期都會同朋友去深圳2、3次，主要係去菜市場大採購。佢話由粉嶺坐巴士只需10分鐘就到蓮塘關口。去深圳買餸最主要係價錢比香港平，次次上去起碼買2日嘅餸，慳咗好多。而且幾乎深圳各大超市同菜市場都可以見到香港遊客嘅身影，特別係福田龍批，成為香港北上嘅主要分享地。最近大閘蟹當造，香港網民更加密密上去買。有人話去福田龍批市場買大閘蟹好平，買咗27隻大閘蟹，全工俾咗600蚊。香港顧客對大閘蟹關注度極高，商家為咗方便攜帶，現場準備咗蒸煮、加工等等服務。除咗大閘蟹，手撕雞都係香港顧客最愛。有盒馬店員話，為咗應付需求，每個週末要撕400-500隻雞。有業內人士私底下透露啦，本來業內認為深圳多間盒馬嘅生意一般，但而家就幾乎逼滿香港居民。呢個亦令深圳地區嘅盒馬營業額大升。反觀本地嘅大閘蟹市場咧，就因此跌咗幾成生意。有香港本地蟹商話生意大受打擊，其中一個原因係由2018年開始，由內地運送到香港嘅大閘蟹必須要先飛去日本或者韓國攞到公蟹批文，大閘蟹先可以轉運到香港，增加咗成本。香港大閘蟹生意慘淡，但係新界北區嘅菜市場亦因為唔少人去深圳買餸而生意慘淡。有本地販商話粉嶺係重災區，唔少檔販話生意急跌一半。曾經喺聯和墟街市經營凍肉鋪嘅老細話，近月嚟生意比通關前跌咗4成。如果係週末或者長假期，生意會更差，只夠運輸費同交租。因此賺到嘅錢倒貼喺人工同雜費，所剩無幾。為咗慳錢，除咗減少營業時間之外，仲會安排員工喺假期放假。亦有喺菜市場開燒臘嘅鋪頭話，深圳口岸開咗唔少燒臘店，價錢平，最主要係熟食，可以光明正大帶返香港。香港本地燒臘近月生意已經跌咗5成。賣海鮮魚類嘅老細李先生對港媒話生意難做，近月生意額少咗3成有多。隨住大環境並冇好轉，一邊樓價繼續狂跌，另外貸款利息又不斷咁升，唔少香港市民嘅生活擔子加重，呢啲都係去深圳購物嘅原因之一。當初港府希望港人多啲去深圳多啲睇下，而家係港人自己去深圳多啲睇下。而家
港人利用週末北上食碗消費購物，早已經唔係新鮮事甚至一到週末，深圳街頭周圍都係香港人。除咗食玩，唔少港媽仲發現咗深圳烤羊毛攻略。香港物價高，由深圳買餸帶返香港煮，每個月竟然可以慳唔少錢。近日有港媽喺內地社交平台詳細分享咗自己喺深圳超市購物攞快遞嘅經歷。深圳比起香港低廉嘅物價，令一班港人好羨慕。呢個港媽咧係香港新移民，本身嚟自湖南多年前嫁到香港，生咗幾個仔女，一家7口長住天水圍生活。港媽係送個女去幼稚園下晝班上學之後，先至去深圳買餸。過關後直去深圳超市購物，1.9蚊嘅土豆，9.9蚊嘅酸奶等等。港媽最後買咗足足一購物車嘅嘢，先使咗100幾蚊。港媽嘅買餸日常引起唔少內地網民好奇。有人覺得慳到嘅錢抵唔返車費，有人話港媽去嘅超市買嘅嘢仲未係最抵，有人感嘆香港人嚟內地買餸，直接將深圳片區嘅物價都抬高。仲有唔少港人似乎都有北上買餸嘅打算，好想知港媽去嘅係邊個超市，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內地嘅商場。仲有網民對香港嘅半日幼稚園好有興趣。原來香港有全日幼稚園同半日幼稚園之分嘅，全日嘅每月需要5000蚊，半日就係免費嘅。除咗交通方便，越嚟越多內地品牌係香港特區冇嘅，呢個亦成為港人北上消費嘅重要動力。例如深圳山姆店、盒馬等超市，佢哋嘅品質信得過，而且價錢更平，自然成為港人北上消費嘅重要推動力。喺深圳大型超市中，山姆、Costco、麥德龍等大型超市唔少都被港人佔據。目前香港消費者比較鍾情特色餐飲、網紅小食以及休閒體驗等消費類型。餐飲同酒吧嘅組合優勢係領展中心城吸引港客消費嘅人氣名片之一。亦都有港人會專登北上啲民生街市買餸。有住喺香港嘅內地女生喺社交媒體上分享話，最近越嚟越多港人使用多多買菜 APP 購物，而且價錢非常平。拼多多買餸 APP 成港人新寵，用手機落單，深圳攞貨。港人同事熱衷於每個週末都去深圳口岸攞菜返香港。佢哋唔係北上深圳行超市，而係預先用手機落單網購，再喺過關返香港前攞貨。咁樣嘅慳咗唔少時間，仲可以輕輕鬆鬆去按摩食飯。而博主自己試咗一次，都大讚咁樣非常方便，價錢仲好平。多多買餸係拼多多旗下嘅網購送菜服務，可以透過拼多多 App 或者微信多多買餸小程序使用。貨品種類繁多，價錢亦好平。有唔少內地網民留言，有人驚訝港人開始連多多買菜都會用，直言以佢哋嗰個收入喺多多買菜，生活水準直線上升，而且百事可樂嗰啲比其他平台平，有時其他牌子嘅都會比其他平台同款平。不過亦有唔少內地網民提醒，喺多多買菜購物要小心選擇，唔好淨係貪平，要仔細辨別。除咗多多買菜，仲可以使用其他網購買菜 APP， 例如美團優選、淘寶買菜。最近為咗方便港人北上買餸，深圳蓮塘口岸附近有買餸小巴停泊，由蓮塘口岸出關嘅香港居民而家可以免費坐去附近嘅菜場買餸，再返香港。買餸小巴營運方相關負責人葉先生話俾新聞記者聽，呢啲小巴咧係6月上旬投入營運嘅，喺試營運階段咧都係免費搭，每隔10幾分鐘一班，就係為咗方便香港居民出關到深圳買餸。有網民喺網上出帖話，深圳蓮塘街頭出現咗多架賣菜小巴。相關嘅宣傳卡片顯示咧，呢
呢種買餸小巴嘅營運方為深圳一間運輸公司，由蓮塘口岸開去位於國威路嘅蓮塘街市，環線運行，試營運期間免費搭車。目前買餸小巴吸引咗大量嚟深圳買餸嘅香港居民，買餸小巴亦的確促進咗港人北上嘅進程。由朝早10點開始，就有香港居民一批接一批咁嚟市場買新鮮蔬菜、水果、糕點等等。呢度嘅菜品新鮮，選擇豐富，性價比高，吸引咗大量港人嚟買餸。仲有香港居民專登整咗蓮塘口岸買餸攻略，仲分享咗上網。攻略入邊有蓮塘各菜場嘅相、菜價等等。例如香港嘅白菜每斤16蚊，菠菜每斤18蚊，而大陸嘅青菜通常每斤只需1到3蚊。香港嘅菜價幾乎係大陸嘅10倍，所以嚟深圳買餸會更抵。內地同香港全面恢復通關以嚟，香港居民北上嘅熱情不斷升溫。對於香港人嚟講，深圳無論係商品種類定係物價，都比香港更加物美價廉，所以港人北上消費嘅現象先會越嚟越普遍。所以亦都唔難理解，大批港人跑去內地大包細包帶返香港啦。最後大家可以嚟傾下，你點睇港人北上購物呢個現象呢？